是甜美，马上走的困扰，马上走的发现，两黑七个比比的方言。木定着安用下一面的办法，木定着但强雄做一个同你见面。No, you know you, yes I do. When my face feels so hot, I do not have a clue. Love you, yes I do. I mean you are my dreams come true. Know you so well. You want me to. Now you know ơi đang giúp nhà kẹp miệng tình con bọc bọc bèo. 耶！真的真激動好談哇！記得回馬莎哩，夾了分享你點解？裏邊股分享。大家好，我李黑，李炳谷，愛黑魚，愛咩嘞？耶！你们真的很可愛哎，只是動等一下哎，很可愛的一個團體，很開心。動歡迎你們今天來到這邊哈。每次訪問音樂人的時候，都會覺得他們有不一樣的氣質。突然間，我自己的氣質也會稍微變好一點點。氣咖啡起都好的。哎，講到兩片嘞，先來簡單讓大家來講一下，你都係李炳谷，對不對？要不要先介紹一下你們是一個用音樂團曲怎麼樣的團隊？為什麼這麼可愛的名字呢？其實我們創團是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在我們自己的客廳在創作，living room。對，然後我那時候宇覺得說，那我們來組一個團的時候，我們就在想啊，團名要叫什麼？既然都在客廳創作，那就叫。我那時候先提出是 living room， 因為我覺得就是嘿 we are living room 這樣的感覺，但好像又有點那個又有點不夠特別。對，然後我就說那不然就，他也覺得不夠酷，那轉，那剛好我們喜歡的曲風又是比較日系一點的，那就用日文來講，那就變成李炳谷。可是我覺得很特別耶。如果講到兩片，他開始會想到哇，這是一個客語歌。那我們就先講一下，因為你是客家人，從客家音，你係龍潭客家音，對，然後不哈有可以聽走得談西煙，要走得談海流，就是你兩種都會。對，因為爸爸媽媽就是有些講爸爸講海陸，超好，好啊。那但語不是，我不是。那你今天在這邊會不會突然有一種覺得很親切的感覺，自己就覺得哦，真的好像融入在一個對用客語溝通、用哈巴溝通改世界裡面。對啊，因為你畢竟跟米粒嘛，對不對？你們不可能用哈嘎法溝，你也不會去他家融入在客莊地。沒有錯。然後他唱客語歌，然後但是金不一進來要在這個哈尼改寬銀地圖，說說你的感覺。哦，我的感覺，其實我那時候接觸到客語的時候，我覺得它是一個很美妙的語言，因為它在字跟字間，因為我們其實以前都是寫國語歌的，是那國語歌時就沒有像客語有這麼多抑揚頓挫的狀態，那等於說我們在寫這個歌的時候就覺得，這個我自己啊，因為我從小是比較沒有接觸到，因為我也沒有環境，對，那我覺得這一次讓我感受到，其實這是一個很棒的語言。我覺得這很有趣，因為我們乞丐哈嘎音，所以愛對為談，愛對為講的時間，你就不會這樣子去細膩的去想，好像從語言學的角度去鑽研，有沒有？但因為基沒有。他不是在這樣的環境裡面，所以對他來說，好像每一顆字都有他的抑揚頓挫。因為我還講回流，有些人就會講，像我覺得視線對我來說是很優美的，我自己覺得。他怎麼那麼可愛？你看，感覺到他很容易。他如果他其實以後如果他心情不好，我們要逗他笑，應該是蠻快的。但是因為海陸，別人就會跟我說，陪你們讓來講，他說，我覺得你們海陸腔很像在唱歌，動輒得寵夠。可是我自己沒有感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應該把它讓講海陸比較兇，很像在吵架。對，我自己講海陸，然後我就覺得海陸腔我像比較兇，然後講哦，陪沒安音，對，然後我就覺得事情好優美，哎呦，誰不會按講？對，可是你看他是一個完全的旁觀，那他就會覺得其實不一樣。歡迎加入客語言宇宙，好不好？謝謝。所以講到兩片的世界，就是該哈就是做客語歌，反而是你提出說組團，是你來說，你有的駐紮從哈會改團呢？因為我們
你這樣讓米粒很慚愧耶，是不是？不會啊，不會，因為我們本來就認識一陣子，然後我其實，在創作的時候，我希望有更多的想象，更多的靈感。那我就剛好米粒是客家人，然後我就說，那我们要不要試試看，寫寫看客語的這個歌曲的狀態？那我知道客語本來它在語言上會有更多的限制，是，但是因為我們就是不想喜歡挑戰，對，所以我們的新專輯也叫做 Living， 對，就是也是說希望可以挑戰這個我們不管是說我們先前的創作的狀態，或者說語言的突破這樣子。明白，可以了解。錯，那大家有沒有一種感覺？台尬又安用個感覺嗎？會覺得其實近幾年2多年來，其實跨界或者是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交流，其實也是現在一個，我覺得也是一個蠻重要的國際趨勢。是。台尬又講過，尤其是2幾年大家都超級，我們不可否認，就是比如說 K-pop 的年代，所以你看他們在組成裡面也會有英文啊、日語啊，對不對？中文啊，或是當然韓語是他們的母語，所以我會覺得安永改文法交流跟跨界，我也會覺得在音樂上面這幾年跟過去一個所謂的華語金曲的年代是不一樣的。所以我會覺得剛聽宇這樣講，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我自己覺得。謝謝。對，那我們回到剛剛聽的那首歌曲《嘎哈躺開該條狗》，就 Know You So Well。對，要不要聽說這個創作的靈感來源很可愛？等一下，我要教宇一句話，你知道可愛是華語就很可愛，對不對？英文是 very cute。對，那你知道客語的可愛怎麼講嗎？你會嗎？可愛哦，對啊，不定哎，你知道等一下哦，等一下，这好可愛哦，真的很對，它是得人惜，你好得人去疼惜，所以好可愛。所以你看今天等一下很可愛哈，所以我就覺得聽說你們這個創作的靈感來源是蠻可愛的，一等一下，不影響遺憾。哎，坦白說，我們的創作靈感，我們會一起先寫完旋律曲都寫完之後。我在寫詞嘛，然後那時候翻到啊寫什麼，然後我看了，那剛好那陣子在播一些戀愛實境秀，然後好可愛，我就很等一下我就很進去，覺得天啊，那個男孩子太浪漫了哦，那麼太浪漫 ，OK， 太浪漫，他是做了一個那個小花的戒指，因為他們關在無人島上面。然後幫女生戴上，我就哇！你要問一下他的心情是這樣嗎？你會是剛才那樣的心情嗎？我拿到歌詞的時候，因為他還沒後面他其實就是要把這個人圈養在這個花園，就突然變比較黑暗了。哦，對，我們還是有一些反轉，譬如說，其實那個我雖然這麼喜歡你，但是其實你小心點哦。你看是不是很可愛？動等一下，有吧？你至少今天有學到等一下，好可愛哦。所以你看哦，因為台尬躺聊天要夠 Q， 不會是知道是你看戀愛實境節目得到的這個靈感這樣子哦。好，而且我其實我覺得我很慚愧，因為我其實是跟不跟長弟說，其實這不是你們的第一張，我說的是跟客家，其實你們過去。也是有投入蠻多心力在這邊。過去我們有參加過新曲獎，所以我們也有在這個之前有在創作一些客語的歌曲。然後我們第一首歌發行應該是在24年末。對。好啦，也沒很久啦。其實很近，所以所以這件事情對你們來說走到今天這一步。你看，這已經不是第一個，因為剛才講到你讓你喜年年末，覺得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成長跟進程？有嗎？你先嗎？哦，我覺得你們倆真的很可愛，真的動等一下，你先嗎？就像我們在因為我們是先有曲嘛，所以你說詞的話，我們那時候都是跟這位哥討論。哦，那這個就會變成是一個拉扯，因為我們詞跟旋律這個咬合的部分，沒錯，所以我們就會遇到一些題目，那我們就是也是要繼續的突破。懂。我覺得當然歌曲的創作是自由的，我應該講高很安用。不過當然我也可以明白，不管係發你哈你知道有時候他能不能唱進那個旋律裡面，這就是取決於個人。這我說的不是對錯，就是每個人的創作不一樣。比如講像李宗盛大哥，你會覺得他很像在念歌的原因，就是因為他都唱在那個
旋律裡面。那我們在寵州改狗唱地圖，有時候是先曲，有時候是先詞，但華語你們就很能掌握，因為那是一個你很慣性，你很知道它怎麼樣唱，你就會聽得懂那種感覺。其實都很浪漫啦，但是我也曾經聽過一首歌，從頭到尾都不知道在唱什麼，因為他沒有在那個，我沒有說對錯，但是它還是可以是一個很感人的歌曲，所以我猜想你都在走《Honey Go Q》這也是你們很挑戰的一個部分，是可以這麼說吧？可以這麼說，可以是哈，是不是有講到心坎裡的？還有改港溝，我其實好多題目想問，我想問一下，你有給家裡人聽過嗎？哎，有，他們都湯姆森。但是他們知道這是你的客語創作夠 Q 啊，什麼？知道是知道啦，但是因為我們的創作音樂風格有點太特別，明白。但是我就說他們在聆聽上會覺得啊，這應該是哈不會安用會港溝哦，是知道，但是他們就是覺得，就是說你的会，比如说会说我唱的很亂七八糟啊，好可愛啊，又好可愛。不會，可以的，走對，他們要慢慢的來學習，以後我們就變成主流，走對嗎？好，生猛。好，今天還有動動改故事，然後大家都分享，你先聊下，等下常常來講。東方伊昨天繞牆道，哇！大家提辦其實記得有改，客家改樂團昨天講哈，禮賓谷名譽動等一下哈，哇！上一段節目就是可以知道你們是怎麼樣成立這個團的，然後為什麼是叫禮賓谷，好可愛，好好念哦，對，也是禮賓谷，很可愛吧？動等一下，好，今天一直在，今天這個錄完影之後，一定趕快考試，立刻考說可愛怎麼講？他說哦，等一下這樣子，哎，好，講到兩片也是覺得哎。來到兩邊送節目概念，為什麼我們都要有快問快答？你知道為什麼嗎？一般來說，我們在上節目的時候都會聊他們的本業嘛，比如說音樂的創作啊，什麼歌曲，然後這個就會跟那個無關，然後就可以知道他們不同的面向。比如說，我們有訪問歷史教授李思蓋搞書，然後結果他就以為我們會問什麼，就問他說，如果要穿越的話，你要穿越到哪個年代？你覺得他就會給你很有趣的答案。所以今天這個大家就放輕鬆哦，大概就是很簡單的哈。好啦，這不是一個計時的，所以大家不要緊張。提一提，請宇說出3個你知道的客家話。我的天哪，有啊！哇，走燈啦，走燈。有啊，你剛剛開場不是就有第一個？太嘎後。棒棒。我剛是不是有教一個新的？對。等一下。等一下。好，很好，很好。提上。熬炸。哎，不是，那個是開，對不起。按州，按州，他壓力真的很大哎。阿里動台，哎呀，啊，走燈啦，走燈。你知道走燈是可以，對不對？就可以的，走燈。你看，他已經都學了4個了。那你我不知道第一題怎麼那麼硬。對啊，因為我剛剛也沒有看題目。對，好，來聽一聽，請米粒用3個客家話，還沒？你以為會很簡單嗎？形容你自己。哇！默默瘦瘦，嚕嚕不不。哇，你的客語真的講很深哎，默默瘦瘦。你說默默瘦瘦跟什麼？嚕嚕不不。嚕嚕不不。Oh my god！ 哦，你等一下好好來解釋一下幹嘛意思？你真的很可愛。你知道他講什麼嗎？他是講他被罵的。沒有，第一個默默瘦瘦來，你請解釋，大約解釋語境就可以了。哇，其實要就很不利落。是不是要解釋有點沒關係？是不是很不利落？對，就他說他自己很不利落，然後這樣慢慢吞，長輩可能摸摸索的那種，就是覺得哎，不知道，然後好像這樣飄飄的，對，不知道在幹嘛。你看他好可愛哦，這你客家話很好哎，你剛剛沒有多難啊，默默瘦哎，那個第2個聽一超級難，一般的人都不會講，不。你知道我很震撼哎，今天嚕嚕不不就是那種很難的俗諺語哎，來你解釋一下該嘛意思？嚕嚕不不，哇，這也很難。不修邊幅哦。他說他不修邊幅哎，然後很隨性。對啊。隨性不修邊幅。他應該完全隨性不修邊幅以及就是你知道就是很
大辣辣，很大辣辣，然後你知道你了解意思？一般來說，堵哈嘎法公，你了解你錄的不說，就很負面的。你怎麼這樣錄的不修邊幅？你到底是可不可以整理一下？拜託你不要整天錄的不好嗎？從毛很愛講高，所以你可以默默瘦瘦有錄的不。提上，他說他愛睡覺，對吧？對吧？是吧？對啊。你看這三個就是一個，他這三個的形容詞就是這個女生不修邊幅，慢慢吞吞愛睡覺。沒有啦，代表你很可愛，有自信的人才會這樣講。哦，沒有啊，我真的這樣啊。哎呦我的媽呀！好，來，這個也是一個靈魂拷問哦，來問一下，你最喜歡吃？你提好是個哈嘎菜黑馬改最喜歡吃的客家菜？哇，哈嘎菜哦，糍粑吧。哦，真的？你是說傳統的，那個一顆一顆要這樣子的？你有客家混呢？哦，我然後加花生粉，對，一定要超經典。你們家會做嗎？我阿婆會做，是不是？而且是傳統的方法做，傳統改風去走，不是用粉加水那種。很客家，我發現。來，你呢？如果你講不出來又沒吃，就是他的錯了。梅乾控肉是客家菜，是客家菜。你觉得那 OK？ 那你有吃過客家小炒嗎？哈嘎炒有吃过客家小炒。客家小炒也好吃啊，好吃。是嗎？错嗎？好，算了，我觉得你們壓力很大，我先不要考那麼難的哈。咋個嘞？覺得你們兩位之間誰比較感性，誰比較理性？瑪莎好，感覺比較理性，瑪莎好感性，誰比較理性，誰比較感性？我覺得他應該是理性，我是感性。好，那你覺得呢？應該是這樣吧。對，應該是這樣。我覺得這樣很好，還好沒有兩個人都太感性，或兩個人都太理性這樣子。你應該比較感性啊，你剛剛都說幾嘎嚕嚕不，默默瘦瘦，好水摸，然後看戀愛實境又怎麼可以做出一首歌，就是很感性，改一改什麼音，好可愛，動等一下。好，天雷，請問一下哦，四代哈私底下跟舞台上反差好台感音是誰？反差最大的是誰？你們兩個，你知道反差萌那種？对，我覺得是你。我覺得一定是你啊！為什麼來？他在台上耍帥嘛，在台下又是另外一個樣子。他在台上會有一個。你們倆這個，你們講話真的很保守就是很怕傷害對方，都送回推碰，就講這是你什麼樣子？就是很凶，比較有人感的樣子。他現在就比較硬啊，好走改變好。比較好端莊嘅感覺啦，係安樣子好，那他呢？他的表演的時候會進入一個自己的小世界裡，然後私底下就是像這個樣子。對，像這個樣子。所以他的人格是在舞台上才會出現。很棒哎，所以你的款都感你比較是真實的你，對不對？差不多了。好啊，你下次突破他。他那個人少一點的時候就比較可以。哇，一般應容音會這樣啦。我訪問過非常多音樂人，真的台上台下是落差蠻大的。這個我們四代下才過來打嘴鼓哈。來，最後一題哦，問一下寫歌改細節係講兩個人應該意見冇相容，誰會先讓步？如果寫歌的時候兩個人的意見不一樣，誰會退讓？哇！我覺得比較是討論，就是要理解對方為什麼堅持，就是也沒有說退不退讓。你看，好理性哦。那你呢？你起抖嘞？我很喜歡的話，我會極力爭取啊。但是他如果說服得了我也可以 OK。我 OK 啊。給他。米粒真的是很可愛的女生呢，你看她 OK。好，講到兩片吼還沒有觀眾朋友對你們有比較了解。靈魂拷問，至少知道你很自己心中幾個嚕嚕不不夢夢說說，太有趣了。好，講到兩片該來問一下，因為上段節目我們有講到，其實創作很一個困難，創作可以的困難，可以具體講嗎？記得住什麼具體的困難嗎？很具體。我分享一個，就是我們在3月31有一個 EP，那我們有一首主打歌，我們錄了4次。因為我們因為詞的關係，就是我們一直反覆在順那個發音。然後我們那首歌剛好是找雨涵做和聲，那雨涵就是會一直訊息我們，這個發音好像還不太行。然後我們就是反覆了，因為我們 lead vocal 我們就錄了4次這樣。對，好，你看了解困難嗎？對啊。
覺得會越來越好的吼。客家話還是有點難度的啊。你們只要能夠克服，以後沒有什麼可以難倒你們的。你對安用熊是丑嘞，最愛想講，你都有一條街從頭過去，按懂愛夯改路，我走的路。對，這個其實這個創作也是你們的心路歷程，走這樣講嗎？可以這麼說。走的。哦。因為我們前面有比了不少比賽，然後其實我們有預期的成績，其實我們都有入圍決賽，我覺得都很不錯，很好啊。對，但是大家對於自己的音樂都很有信心嘛，所以一定會想要得獎。你知道為什麼很有信心嗎？因為你們都盡全力。哦，哇哦，沒錯，我很用力。對，然後沒有得獎，有多少有點難過。我們是人啦，不可能那麼超人啦，一定是這樣子。對啊，尤其是在我覺得客語音樂它一定會能有突破的地方。那我們試圖做點什麼？居然沒有得獎，然後我們兩個就很小化悲憤為力量，然後就做了《愛行街舞》這樣。好動靜面呢，因為台剛我以為挨把都可以拱，我以為他要講出馬改，結果他說我們就化悲憤為力量。我剛以為你要說我們就動啊，很生氣，然後我們就怎麼可以？結果沒啦，結果他說化悲憤為力量。你看好可愛，我覺得這就是能量哎吼！哇，各種朋友記得還有動都改故事，然後他在分享聊哈，你等下到等來講。上堂節目呢就一個貼片，裏邊夾夾了分享嘅七十位。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70位1號，還有2新生態李炳谷。你剛剛請等一下，說哦，李炳谷。因為我一開始嘅時節啊，我認識佢哋，冇馬威音嘅名，我出本美麗講，我名咩嘢冇，我談咩嘢。哦，李炳谷係冇。哦，基本應該訪問記者之前也係審問押題就會講，到底為什麼是李炳谷這樣？那聽可是很可愛，請等一下給名。等一下。好，而且請貼片。不過講到呀吼，你看為什麼這一段會有哲偉哥？為什麼？用英講，就是因為你跟他們的關係其實不一樣。可能大家真嘅。玩黑冇共用。我當幸運，因為我去年啲主持甜玫瑰嘅世界比賽，我想講按到喺參賽者佢哋脫穎而出嘛。10組第8度出佢哋唱客家歌。我想講，唔好一開始嚟想。你係客家歌嗎？因為糖唔食，不過我又知道唔錯噶，我彈喺客家歌，我就當假播，我就借錢佢了。主動的，主通啊！我想講管他的，反正他要理我就理，不理我就算，我就雞婆。你沒家家會按用癮哎，你用啥東西？對啊，我很怕我去找他們說，我們要跟你交朋友，超怕，我就真嘅冇人講，你哋唱喺客家歌講嘿，我就是想講，嘿，我係問題，一件問題，然後開始有交流，我想講，你兩個後生人。歌星係當喜歡，還有記得音樂係當喜歡，因為按多年來，你彈民謠啦，也彈拍的電影啦，都冇彈過 J-pop。冇，我們有聽古典的，肯定有傳統嘅聽都有，還有民謠、爵士。對，爵士就會沒有這個冇 J-pop。我知道，哇！我彈多嘅時間係精神動況，我想講客家應該要按呢路線出來。本睇下講，你客家歌做得要冇強樣嘅面向。好，來講一下，問一下，那認識哲偉哥開心嗎？有歡喜嗎？怎麼是這個題？有冇？動歡喜啊！動歡喜啊！沒有啊，他們是真的很開心啊。不過，因為公公嘅時節，哲偉哥有說，你說你很雞婆，是不是？其實這是捏情，一共也3更半夜，你們會傳訊息給你們黑貓。錯啊。因為我在寫歌詞的時候，我的思考路線是先從華字去想，先用翻譯，先用長又行譯，對，然後我在換成客語的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但是那些想法不一定會成立，所以我就會再傳給老師，去請老師幫我確認一下，這樣寫可不可以？然後。古說你看那就受不了搬家就回家。說出我心裡話，我講係正經，因為係正經當上誒，因為佢有什麼好？錯，我就知道講，你喺讀到安尼型咧，你本期懂些時間，它可以 feedback 你的時候，你會知道你喺愛記憶，冇關係，其他冇關係啊。像講，佢做得做得當好，而且他們倆吸收很快，特別是。米粒，佢就佢馬想法，佢要出隻特別愛，我就譬如講愛改好，我就6年必糖，你也不愛糖。哦，好逼人哦，你也不愛糖，你也不愛糖。3個麥呀，我就想講，我管他要不要睡覺，反正我就傳給你。2點半呢，你也不愛糖，你會給。如果佢哋話真係當認真，譬如講，你第一擺見面的時間，我就一點嘛，跪下豬哦，佢就6樣。放他的機器，然後6樣喺你上課，佢咩天天上課咧？懂咁唔同，佢唔咩客家語。對啊，今天節目一開始嘅事情，我就講，不過你係咩客家語，佢講你有客家認同，你就有客家語，他就會按用你。佢講我知道佢清楚客家語，佢講你唔係，我不管你回去問祖先，一定有，一定有，聽說有客家語冇？我覺得你去翻族譜，我覺得你一定是客家語，至少這3根手指有沒有很逼人？很易專去翻族譜，一定有，我知道你的曾祖父一定是客家語。逼他。OK， 古說真嘅，所以按用下來。因為哲偉哥已經超級棒了，古說利用3年給客家話啊，整個在客語創作也有進步，對不對？要有進步。有。好，因為上一段節目給分享，他光錄音他就要錄4次以上。有呢，因為你要去糾正發音就會按音。因為佢就寫嘅東西係應該風格，應該來講，你要唱落正確，太假裝。可以投入，可以投入，無關乎音樂。我覺得這是一種態度，跟連結。那你怎麼看？你用的看，那個旋律跟那個字的契合度，你用的看一件事情。我有點講，我咩用當到朋友講，可是不管你咩客家語，而下個一定要成音。念順，客家話含得貼片，因為你念的順熟，還有客家話講出來，其實就有音調在了嘛。你念得順，才不會有倒音的問題。因為一開始下，你都有可能係先寫曲，錯冇？係啊。古所講啊，就會有倒音嘅問題。我就你講，既然一定要念得熟，念得熟，佢唱嗰邊冇愛彈，我這個彈地擺度佢唱落去嘅客家音要錯冇？係唔錯，我就會問佢講，你要發音乜嘅意思？因為佢要這樣子下出來，講唔實啦，講唔實，講唔實。很敢講嘅，老師很敢講。講唔實，你因為按樣去啦，佢當認真學嚟講，原來喺安尼念係我改正嘅客家詩。我知道還有啊，當然我就創作為歌場，我不是音樂人，那我當然是不好意思在各位這個觀眾面前耍大刀。唔講還是講，其實詞寫完，其實某種程度曲也是可以做調整的，聰某。老師是可以的吧？老師欣賞，做得。哦 ，OK。古說記得殺好了，其實未來還是有這樣一個，很可愛。我一定要講上一段節目給同愛公，提供，就是成績如果不是自己期許的時候，他說我真的覺得很化悲憤為力量，就會這麼按定一下。古說接下來有沒有該很規劃或者是特別的給吧？我們你剛是接到對。現在年輕人都這樣嗎？真的是這樣嗎？我跟他學好。所以說你同我講他，如果我還回答說，這個數目標。我們3月31會發行我們第1張創作 EP，然後4月的時候會全球客家會發行他們的合集，這次得獎的合集。我知道那個合集啊，之前你給狗呀滴度啊，還有全球客家流行，我哋咪懂咁同，因為我就是。因為我要調整一下，禮拜比賽佢得獎的時間，因為我係主持人嘛，然後我其實啲台當，其實我很感動，因為我終於覺得他們做得到，我就覺得，然後佢又當有心，
在寫一些名單的時候，硬要寫我都不好意思，那寫大一點。這什麼意思？剛剛那段話是什麼？就是一定要寫你啊，聽出來想你啊！哎，真的節目的最後1分鐘，我覺得我想要來秀一唱，你們好好的，你們有什麼特別想分享的？不管是推薦，還有給轉系，還有什麼話想跟觀眾朋友講？好，團長先啦。先講。希望大家繼續在客語的音樂上面支持我們。很棒，看總結哦。沒，到3年都沒用你嘞。那我們6月的時候會發我們第1張實體的創作專輯。哇！哎，怎麼好像你不知道？對啊，你跟表情就你，他剛才講哇，很值得恭喜。好，那哲偉哥也給哲偉哥推薦給大家。觀眾朋友一聽到支持所有新的創作者，禮拜全新的創作者，很咧希望大家來支持，不管係音樂，也係講技量3年，還是到本香港人機會，你客家真做得行啊出。真的就是要好好的記起記到年是做了未來重組一本。好好的學習客家嘅東西，我覺得無論如何，無論用音就會記起的，因為我真心覺得一定要播種，才會發芽。我嘅感覺係咁樣，你當然去講嘢，理解能量才會再來台。係啊，係咪咁樣？所以我知道大白可能有合唱音樂到兩邊的時候，我心裡都很開心。新冠讀了許多東翻譯，對你總不能看到沒人要來，這不怎麼可能？對啊，還有一發一天講，哪一天你們站上了大巨蛋？是我先看到你們的。這一段在台上，這一段我會剪出來，要會剪出來。昨天先看到，好，昨天咦，好，太棒了哈！恭喜大家，恭喜！好，聽年下來咧，鄉親朋友咧做論壇了。繞場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個民俗慶祝，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